大家好，我係黃國強醫生。成日都有人問，而家老人家咁多唔同嘅問題，例如三高啦、骨質疏鬆啦、中風啦、柏金遜症啦等等，其實咧都有好多醫生跟進緊啦。點解仲要睇老人科呢？咁老人科究竟同其他專科又有咩分別呢？老人科都係喺內科體系裏邊嘅其中一個分科嚟嘅。咁老人科嘅訓練咧，經常咧我哋都係強調一個綜合評估嘅重要性啦。因為咧好多老人家咧，佢同時都有好多種唔同嘅病啦，食緊好多藥啦。咁而咧每一種病同每一種藥咧，對我哋嘅身體嘅功能上嘅影響咧，都好唔同㗎喎。咁例如啦，會令到佢哋行得唔穩陣啦，好容易跌倒啦，應招嘅下降啦，失禁啦，營養不良啦，甚至乎抑鬱等等呢啲嘅因素。最重要咧係呢啲因素咧可能會同時出現，仲會互相影響，令到病情咧變到好複雜。再加上喺老年化社會上邊咧，種種支援嘅限制啦，的確要為老人家去定製一個平衡好嘅治療方案咧，有時都唔係咁容易㗎。老人科醫生咧就好似一個偵探咁樣。咁我哋咧好多時咧都唔係關注喺一個器官啦，咁而後咧會係從整體去到出發，咁然後咧就我哋會去到做一個全面嘅評估，喺多方面咧去到考慮個長者究竟係面對啲咩問題，咁例如咧佢嘅身體功能啦，平衡用藥嘅利弊啦，同埋其他風險啦，最重要咧就係要睇下個老人家嘅意願，同埋佢嘅照顧者嘅諗法，同埋所面對嘅困難，而作出一個咧最平衡嘅治療方案。有陣時咧，甚至乎我哋會去到個長者嘅屋企啦，去了解佢嘅喺屋企嘅實際情況。咁咧就睇下佢喺屋企有冇可能做到一啲嘅康復嘅運動。咁咧需唔需要加扶手啦？需唔需要用一啲適合嘅助行器啦？咁去調節佢嘅生活。咁至於你話幾多歲先要睇老人科呢？其實年紀唔係最重要嘅一個因素，最重要咧就係咧佢有冇出現呢啲咁複雜嘅問題。老人科醫生咧經常都會強調一個跨專科合作嘅重要性。當一位長者嘅問題開始越嚟越多啦，變得越嚟越複雜啦，有陣時咧再唔係單一個器官或者單一個疾病咧可以解釋晒成件事嘅時候咧，老人科醫生咧就可以幫到你整合成個情況，就揾出最主要嘅關聯原因，減少惡性循環。亦都有研究顯示咧，住喺醫院嘅長者，如果佢接受一個全面嘅老人科評估咧，之後咧佢係會有更加大嘅機會可以翻去自己屋企生活，而唔需要住喺院舍嘅。所以咧，如果大家發現你喺屋企嘅長者咧，近日咧成日跌親啦，食嘅藥越嚟越多啦，身體嘅反應越嚟越差啦，咁或者咧冇記性啦，情緒明顯轉差啦，咁不妨咧都揾老人科醫生傾下，睇下咧需唔需要做一次咧嘅全面嘅評估嘅。